最近生意怎么样？嗯，还行啊。好。香港同胞，又来换港币。不，我找六叔。啊，要不要喝杯茶？好。你是香港人吗？就算是吧。那怎么不说广东话？我也算是本地人，所以入乡随俗。上次不好意思。认识？小儿的朋友。也不，第二次见面。哦，好啊。一会儿喝吧。好。喂，喂，小雪，你是谁啊？哎，你们队长呢？你是谁啊？哦，我是菲儿。啊，我们队长不在。哦，他忙着是吧？啊。是这样的，你能不能告诉他一下，今天晚上我找他有事儿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在老地方等他。菲儿姐，您放心吧，我都记住了。最近案子有点困难，所以肖队心情不大好。我知道他很忙，忙着抓犯人、审犯人。但是你告诉他一下，犯人和我必须二选其一。行，我一定转告他。再见。哎，局长好。局长，您怎么来了？啊，小花，你们队长呢？肖队训练去了，遇到案子就这样。哎，要不我把他找回来？不用了，我路过这儿，我有急事找他，你让他半个小时以内到球地找我。是。什么事那么急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你就快点去吧，好像发生什么大事了。省厅和部里都做了紧急的部署，马上成立专案组，全面调查这起案件。太好了。你那儿的情况怎么样？王磊那儿已经有了突破口，还在一点点往外挤。目前初步了解呢，是第二批假币的运送人叫刘正刚，假钞是昨天凌晨上岸的，数目还不小。第一批假钞现在的运送人和规模呢，我们都还不清楚。刘正刚正在搜捕当中。好，小雷，你现在跟我去一趟机场。机场？接谁啊？省厅行政二处的。六叔，这是江城，叫六叔。六叔，走吧。哎，六叔啊，这是他的简历，你先看看。
是84年从大陆去的，那年你几岁？14。香港还可以嘛，回来干什么？这几年经济不景气，回家乡混口饭吃。那为什么要去宝龙啊？其实我也不太懂，是顺哥推荐的。看你文文气气，都干过什么呀？平时就是帮人家抄抄写写，搬搬东西什么的。小子，你可不只是会抄抄写写的呀。刘叔，您好眼力。我之前在九龙还跟着几个大哥混过一段。混过九龙，干过什么？就是跟着鸡哥贩贩私货，收收钱什么的。嘎鸡干过。这小子现在怎么样了？鸡哥一直都挺不错的，后来因为私货的事情进去了，关在赤柱。可能要住上几年。小兔崽子，他那只手怎么样了？手？坏手。坏手？他手没坏啊。哦，我记错了。六叔，茶来了。喝茶。谢谢。谢谢。哎，小雷啊，你开错了吧？上飞机场应该左转上高速，你这是往哪里开啊？我知道，我顺路解决一个难题，局长，我不会耽误时间的。解决难题？什么难题啊？喂，啊，我1分钟就到了啊。哎，你可快点啊！飞机已经到了。我知道，我1分钟就回来。